已经连续几若天，西南气流的大水雨，甲咱中南部是霜冻甲正忝。今仔日中南部和东部有6个县市部分地区是宣布德国中小停班停课。因为这雨是要落到当时，气象署是指出，明仔载到后礼拜一，又有一阵西南风的增强，所以中南部会阁上大雨，南部山区嘛有可能会出现比大水雨阁较强的雨。大雨落未停，南投信义乡的东坡头95线预估发生土石流，30甲地区也发生土石流，且无法度过。中南部连续几落天落大雨，而且雨也未煞。到了礼拜六、礼拜天、礼拜一这3天，又会有一波西南风再度的增强。除了在刚刚所提到的地方，还是会有大雨或豪雨。留意在南部的山区，仍然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。气象署讲，这么雨拢集中伫咧彰化以南加华东地区，是雨量有可能会挖近40毫米。拜五包括南投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高雄市。屏东县、台东县部分地区，甲各中小学停班停课，雨落未停。阿里山公路有一粒20吨的大石头伫山顶过来，当在路中，互人看到就惊。把我们主要道路都让它可以用通，紧急抢修，不要让居民说受困在我们部落里面。另外，五条火开水涨起来。江西梅山、太和、大理房自路有6个梅水灌入去真侪人体内面，分别高起山区有几多条主要道路，总共有20到30个所在土石崩来。因为大雨到昨晚10点，有11个路段进行有风性封闭。这土石流从山坡上冲泻下来，直接灌进4户民宅里面。这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狼藉哦。那这个现场土石的这个泥流厚度呢，至少有1个轮胎高。除了房子受损之外，还有一辆自小客也受困其中。伫台中北屯大溪山区有一个透天厝社区，7月31日早起9点外，后壁的山壁发生土石流，有4户的顶和6个梅水砍掉去。台中市水利局到现场，先清出通道，予民众出入。若是北屯、抑个丰原、雾峰真侪所在行政区，拢发生土石流加边坡崩塌的情形。市府为了要抢通，真无行。一那地里的一面国小地下停车场，水淹超过规个骹盘，车主赶紧刹车。水利署有包厢的工人，伫处理机房淹水的时阵去电着，脚只片加手20拍电烧伤，送病院抢救。好在在即马状况真稳定。设备敢若是因为淹水漏电，将会派人去检修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